第一球就出手，哇，不太妙，游击传2垒，再往1垒送 ，double play， 双杀守备。不过这边跑垒教练说要来看电视，挑战一下。而且林金凯的脚程也是很快。再来看一下1垒这边，哇，那这样可能就会改判了。好，看起来应该是有结果喽。最后的判决结果是1垒，改判成功。应该是一出局。那刚刚原本在1垒的3垒的跑者就回来。有抓到。再来看一次。我今天同时2个电视辅助判决都花在林金凯身上了。原本以为这个打击可能会有战术，没想到第一颗就来了。刘一成教练可能告诉李月炳总教练，这盖的冷盖拢用料，这个真的看得稍微久了一点。哇，改判！同一时间厉害呀！连续2次启动电视辅助判决都挑战成功，所以林靖凯是一个盗垒成功。古林瑞阳在今年的第3场出赛，目前是1胜0败的成绩。总计2场比赛投了7局 ，WHIP 2.14是偏高啊，防御率6.43也是稍微多了一点。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说他的4坏球保送投的比较多一点。这一球擦棒被捕，所以152公里的速球啊，回棒落空。结果高国林也是跟刚刚张冠廷类似的球路啊，遭到了3振。对，就只有看球数，后面就测出这样在测啊。对，哇，这球出棒过半没有问题了，完全被引诱到刹不住车。想想中间用过多少游击手，那林伟恩这个名字，他不知道还记不记得？这边看到王振堂挥空遭到3振，可能球路都雷同哦。这一球进来了，主审拉掉了李宗贤，李宗贤摇摇头。回棒落空，申浩伟今天吞了2K。哇，高角度来追打，结果呢，挥棒落空，王振堂遭到3振。哇，这一球完全被他的这个速球，而且高角度啊，给完全忍不住了。挥棒落空，结果张冠廷再一次的被3振，今天第2次领到老 K。所以今天既然徐若曦出来，蒋少红就辛苦一点。这个变化球掉中了打击的高国林，还是要非常小心啊。回棒落空，徐若曦标出了今天的第2K。进垒点要够刁钻啊！哇，像这球就非常的精彩，内角150公里 K 掉了林哲轩。这个球 high fastball 挥棒落空，打击的王正堂遭到了3振。变化球过来，主审直接拉弓箭，徐若曦再飙1K。然后球没有坏球，这个球挥棒落空，徐若曦飙出了这场比赛的第6K。挥棒落空，徐若曦再飙1K，这场比赛第7K 出现了，3.1局7K， 哇，再补1K， 149公里，今天的第8次3振，第9K 应该要到手。好球，没关系，马上补回来。这个发球投得漂亮啊！徐若曦用变化球让申浩伟拿香领老 K， 回棒落空，擦棒被捕。150公里的速球，哇！今天徐若曦第10K 出现了，真的不容易啊！哇，太棒了！但是其实球到了。说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，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？这边是直接把145。这球内野的滚地球，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到，哇，是3垒来补啊！哎呦，哇！有，还是有踩到，哇！但是又拉到了，朱祥林，这个还踩得到吗？再来看一下这一球，哇，跑得不太够，应该多跑个半步。哇，这个有踩到啊，厉害了。这边现在是吴瑞胜来守到1垒啊，让朱祥林来守到游击手的一个位置啊，哇，延伸到最极限了。
但这边现在是主审有意见吗？该不会主审觉得没有踩到吗？ 7局之后，哦，是主审自己要看，厚一点点啊。我觉得8局之后可能比较适合。我自己觉得啦，7局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多了。好，这边电视辅助判决 ，out 哦，没有问题。经过第2次的确认，吴瑞胜的全身延展性还是能够抓到球，还没。 哇，脚尖，一直跟在难怪会快拉伤哦。这等于是踮脚还伸到最远了。哇，这要请个宵夜。哎，这边叶总上来。这边有点火爆。但刚刚是确认不是一个out的判决吗？ 那为什么叶总在画面一回来就被赶出去了？哇，还是不满主审来做这个电视辅助判决哦。因为画面一回来没有拍到，所以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。 因为通常辅助判决完之后，就尽量不要再。通常抗议的话，裁判的容忍度会比较低，因为已经去看了。但最后判决是out啊。对啊，是对魏全龙有利，可是他觉得，现在叶总又回来了吗？ 哦，在休息室。哦，是有丢头盔进来哦，但因为画面一直没有带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。就国珍对于场上状况的了解，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就你观察，因为我真的看不懂现在是什么样子。因为刚2个人在很接近的那个画面没有拍到，所以不知道当时是叶总上来是针对哪一件事情。因为最后判决是对魏全有利啊，那猜测有可能是叶总觉得说，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，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？哦，这边是直接把这个就表给丢出去了。大几个讲线，不是。